作者洪明道。盐仔，透早只有2、3个游客上山，前手拢伫即个时仔去厝家迄边买菜。伊派一卡菜篮行石腿落来，前山边营阿兵哥，逐日拢出草走山路，为山骹走去到山顶。因喊一声口号，山嘛应一声。口号真招济，一遍搁一遍，听久心神嘛平静落来，袂输是伊的早课。伊甲菜种伫捧起来刷屏，买菜时会当远远看到行步道的人，嘛会当看到驶过来的车。当年伊是为头前面爬起来的。大江山有头前后壁2个出入口，后山的路较平坦，前山的路加足行的。定定有30、40度的山路，当初时为虾米要经这条歹行的路呢？两边的入口拢有山门，顶悬写“大江山风景区”几个大字。牌楼骹有人咧排单，对伊来讲，山门是伊活动的界线，搁过去就是风尘俗世。以前伊是绝对毋敢落山的。买物件拢去龙湖市的市场，用家己种的蚵仔、菜头，甲其他师傅交换布料、撒面粉。拄着才会到山门边的路边摊买水果，上远就到遐尔尔。最近伊较接落山，拢是发生陪伊斗阵去的。即摆超市愈开愈大间，就连这种庄脚所在店头，嘛咧卖一寡伊毋捌看过的物仔。还伊打起来，迄当时差真济。有一摆，伊停落来，看店员使用一个家己会转的拖布，互大家看。店员甲水倒伫涂骹帮，拖布游过去，轻轻松松转几下啊，就全干。发现有伊的家世，伊才回神转来。以早，伊只要加买一个碗盘，也是杯啊，大师傅就会甲念。安尼敢像一个出家人？即马是无人会念伊啊！除了定定伤好奇，互人讲目尾，认真讲，落山对伊的负担毋是介重，无人会注意发现甲伊有相像的目睭。对大部分人来讲，师哥大概拢生做共一个款。迄寡收银员、店头家拢毋知伊过去的代志。毋过别人若加看者，伊心内就会起惊，是毋是互人认出来啊？逐摆经过牌楼，伊也是惯死舒一口大气。当初来到遮，伊互人当作是异类。伊是少数几个捌字的，爱负责甲册顶头的道理讲互其他人听。册顶头的字拢毋是真好认，有以早主持抄写落来的经文，嘛有有印的。但是品质无讲诚好，字毋是气角，就是油墨倒开。迄时伊真侪道理是愈看愈无，有时怀疑是毋是伊毋着字气。即寡册含伊较早读的无共，无完整的立论，也是严肃的理路，较像咧看故事。有一款故事无啥物因端，譬如讲佛陀的后生罗煖罗的故事。有一日，做客的比丘尼甲罗煖罗的房间占去，将伊的衣钵拢等伫门骹口。罗煖罗毋知要安怎才好，就徛伫顶斗等待。忽然间落大雨，罗煖罗无所在通匿，伊只好入去便所内底歇骹。内底空气无好，阁有真侪好心咧飞。伊只是恬恬坐伫遐。迄时有一条黑色的毒蛇为山洞内爬出来，缩入去便所。罗煖罗只是恬恬伫便所内，禁气忍耐。佛陀知影了后，就甲规定改掉，互沙弥和比丘会当带共经。头一摆听到即个故事，伊心内就有真侪问题。
是讲佛法到底伫倒位？是徛伫顶斗等待，是伫咧便所忍耐，抑是会当带共经？大师傅讲，佛法就伫剑仔内。大师傅穿一领布甲一块一块的朴实袈裟，目睭刻刻，伊坐伫石头顶悬看，好路好停，师傅拄着扫一声，变瘼刷位。日头渐落，师傅才起身，越头过去，去捧白饭，掺一点仔菜脯，就是一日当中唯一的一顿。伊看新闻纸顶咧看大师傅的故事，心内真焦疑，许热含几个同学来到遮。新闻纸顶写讲，伫南部的山洞内有一个少年家咧苦修，喙干啉露水，腹肚枵食白饭，会当3个暝日拢踮山洞内。因坐火车来台南，到台南了后，阁搬慢车来到大湖车头，伫车头包一台野鸡仔车到山骹。伫前山的牌楼仔叫司机放因落来，豆豆仔行上山。